意思話個腎係有啲虛咯，未到虧嘅。成日要拍呢啲吃喝玩樂咧，我都驚自己可能有開始三高啊、早期糖尿病。東門行過嚟就係啦。有左邊，我左邊。糖尿上眼啦，佢就會出血啊，有滲出啊，目前都 OK。用手指出它的方向，很模糊，哇，这个看不到，这个不肯定，看文字就有这样看的。我就是想逃避这个问題，就沒有講那個老話。不用逃避，它是很健康、很自然的一個過程。今次我嚟做就係呢一個早期糖尿病以及三高嘅深度體檢套餐。佢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由3個唔同嘅機構進行多方面嘅檢查，包括美年大健康、普瑞眼科同埋莊柏醫療，能夠準確咁檢查出早期糖尿病同埋三高嘅症狀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套餐有興趣嘅話，就可以先加入呢一個 VIP 客服通道，了解一下。